来看高雄这中华五福医院去年才重新改造，想袂到前2天煞发生一个日本游客行伫咧人行道互车挡甲重伤的意外。防执技讲，这快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路沿就伤过低啊，这安全性无够。即马交通局也讲要增加护栏，不过民众是认为讲，甲这人行道甲快车道设做伙根本就袂通。 车顶一道，民众看看为人行道行过路口。高雄市中华五福医院伫去年中经过改造，伫医院的内规设人行道。不过，这人行道的边仔都是快车道，所干来用一撮 AA 的路沿就加开。15发生车祸意外了后，各界开始思考，这款的措施敢有欠点？希望交通局即摆按算要增加栏杆，不过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？路缘时的一个区隔。 那本府公务局也在评估设置栏杆，来提升对于行人的保护及安全。你放慢，你应该就都可以注意到前方的任何的行人，或者是比较你是有状况都可以有反应。那我觉得加装栅栏，我觉得有一定的高度会是更好的。啊，你开车无守规矩，啊，人行路嘛无守规矩，你用伤侪物件无法度啦，还是法治教育啦，我是安尼啦，真的啦。啊，人吼。 加几分钟行边仔的路啊，你较安全。民众认为，甲人行道甲快车道做改造根本就袂通。另外，有民众反映，医院瓦百货公司这边的人行道，哪像欠一支行人专用的青红灯。咱实际伫现场看，因为找无要看倒一支号志过路，有民众是红灯嘛在行。这一段少了一个行人的号志灯，因为机车这里直接右转的话，如果行人刚好在走的话，很容易直接撞。 交通局强调，医院改造了后，人甲铁马拢会当直接通过路口，行车动线简化，交通事故至少减少20%。不过现在民众对人行道的安全性有质疑，因也赶紧来建议改善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